怎么样？觉得我们玲玲还行吗？当然100个满意啊！那就太好了。只是不知道人家姑娘的意向如何。放心吧，你们俩的事儿包我身上。嗯，今天把你留下呀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觉得杨岩那小子怎么样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姑娘一摆这个表情啊，我最清楚了。我就说嘛，就我们杨岩这种小鲜肉，高富帅，肯定是抢手货。鹏鹏姐先别急，杨岩这个人看起来倒是不错，但若是要谈婚论嫁，还需要等些时日，慢慢观察。还要观察？嗯，那灵儿跟我说说，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？妹妹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只要饱读诗书，文武双全，身强力壮便好。哎呀，这姑娘的要求，杨岩是一样都没占啊。姐姐说什么？我说你的要求啊，杨岩全部都符合，就算他不符合，我也会尽量让他符合。你放心啊，我对男人的要求啊比你高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我跟玲玲聊过了，给你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要求？哎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，这是书籍，那个是砖头。这砖头，不会是用来拍我的吧？我们玲玲说了，就喜欢那种身强力壮、饱读诗书的男人。你除了会耍嘴皮子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别说我没帮你啊，把这些都给我搬回去，好好练习吧。我练？那我练。让我自己用手搬回去。想不想娶媳妇儿你自己看着办。7天之后来我宫里找我，我要对你进行抽查。姐！满地喝下土。活人打我，汗滴禾下土，真正满城残，淋漓尽尽苦，汗滴禾下土。我准备好了，这桶对我来说也太小儿科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娘娘，娘娘！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女神姐姐，我这只手还空着呢，还能再扛起一人。姐姐，要不你也来试一试？行了，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？去一个地方？哎呀！哎！你别紧张，玲玲的母亲早逝，她的婚姻大事，作为长辈，我应该帮她把把关才行。夫人放心，我力大无穷，徒手搬砖绝不含糊，而且学富五车，有皇后娘娘权威认证的学霸8级证书呢。谁问你这些了？你说的这些，只是作为寻常男子基本的素质。母亲大人，您就别为难他了。张玲玲，你说呢？在家里我都听大伯母的。我并不是为难他，只是作为我们张家的女婿，没别的要求，只要求他是个纯爷们儿。我是纯爷们儿啊，母亲大人，他确实跟九王的关系走得密切了一点，不过我可以保证，他们2个绝对是纯洁的兄弟关系。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来人，好酒好菜伺候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竹管是？这竹管是我们家玲玲专用的。哦。老4、老5、老6，你们好好陪杨公子喝酒助兴。我有这么多表哥？我们家有4个门房，以酒量排了辈分，4金哥、5金哥、6金哥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不是4个门房吗？另外一个呢？老6已经喝的
神仙士足了。这老七就顺势挪了上来，也就是现在的老六。请。不用这个。小酌怡情，小酌怡情。这是小酌，不能喝就别喝了。谁说不能喝的？谁说我不能喝？我告诉你，1斤2斤，我不算酒；3斤4斤，涮涮口；5斤6斤，有点抖；7斤8斤，我不抢走；9斤10斤，我还在好。哦。哎，终于解脱了！水呀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水，救救我！杨公子，我要死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杨言，圆圆，你平时挺有主见的，你说你今天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别人灌他酒呢？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我也不知道这小子一喝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呀。母亲大人，你也是的。杨言今天要是在这儿喝出个好歹来，你让我怎么跟杨将军交代啊？杨公子以后在府上跟咱家公子一样对待，一样对待，还不快道谢？这代表认了你这个人了。认母。为何今日起得这么晚？最近实在有太多事情要我操劳了，太辛苦了，多睡了会儿。操劳啊！朕看你整日没什么正经事儿，不是帮人相亲，就是忙着组局喝酒。你别忘了，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。我呀，这不正给他树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好榜样吗？吃饭喝酒是好榜样吗？以及4书5经，一定要抽时间熟读。听太医说，这是对胎儿极好的早教。哎呀，我这种连人物小传都不会读的人，读什么史诗啊？你若不行，朕会从宣灵院派个太傅过来教你。皇上，我错了。真知道错了？真知道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应该好好的在宫中养胎，注意胎教。罢了，书就不用读了，退而求其次，不如你学学刺绣。啊？说不定怀的是个女儿呢。不，万一是个男孩呢？学刺绣，那岂不是让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变得娘里娘气的吗？朕的儿子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。就请皇后为朕绣个荷包吧，也好修身养性。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万一他真的是个儿子呢？啊5日后，朕来取你的荷包。我一大老爷们儿怎么会绣荷包啊？你呢？嫁到杨家以后，要跟杨言好好相处。你跟杨言越好，我跟家里就更好，懂了吗？姐姐你大可放心，灵儿明白，我与杨言的结合，便是张家和杨家的联合。灵儿又是张家的女儿，理应处处为张家排忧解难。灵儿也会与杨家上下和睦相处。更何况，杨言又是我喜欢的男子。哎呀妈呀！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你这种又漂亮又聪明的妞啊！哎呀，
我现在已经是小鹿乱撞，怦然心动了。谢娘娘夸奖。哎，灵儿啊，来，这个留恋。不用了，谢谢娘娘。嫌小，不是，大的给你。来来来，谢谢娘娘，你想吃我还不给呢，我直接就给你吃。来，你吃一口。哎呦，吃一口，我真不吃了。谢谢娘娘，你吃了肯定爱吃。不吃了。灵儿啊，你跟他的事呢，还有最后一道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谢姐姐。